多謝大家選購煤氣公司 TGC 新推出嘅變頻窗口式冷氣機，佢係集多功能於一身，無論係炎炎夏日定係潮濕悶熱嘅日子，佢都可以為你帶嚟清涼舒適嘅環境，仲有唔少貼心功能。而家就等我詳細咁介紹一下。每次使用嘅時候，先按遙控器或者冷氣機版面上嘅開關鍵，之後再按模式鍵就可以切換到唔同嘅運作模式。第一個係製冷模式，夏天必用。你可以設定溫度由17到30度，再配合埋風速鍵同增強鍵，就享受到陣陣涼風，極速降溫。第二個係抽濕模式，特別適合3、4月回南天或者雨天，佢會自動調節風速，幫你抽走空氣中多餘濕氣，成間屋乾爽晒，人都精神啲。第三個係送風模式。如果你淨係想空氣流通下，唔需要冷氣或者抽濕，就可以用呢個模式，佢將室內空氣不斷循環，冇咁局促同悶熱。最後係自動模式，佢會根據室內溫度自動選擇製冷或者送風，仲會調節風速，一鍵搞掂，快捷方便。揀選好適合模式之後，就可以按需要設定其他功能嘅。最先係風速鍵，喺製冷或者風扇模式之下，可以按需要選擇高、中、低或者自動風速。之後係睡眠鍵，喺製冷或者自動模式下，佢就會自動調節溫度同降低轉速，從而減少噪音，營造舒適嘅睡眠環境。如果要極速降溫，就可以係製冷模式下撳增強鍵，冷氣即時以最高速運行，效果顯著。而清淨鍵就會啟動 UV 功能，有助殺滅細菌同埋病毒，淨化空氣。喺製冷或者抽濕模式下，按自我清潔鍵就會啟動內部清潔，去霉殺菌，保持出風清新潔淨。但係注意呢個功能唔適用於 TAC 1770型號。溫度升降鍵就可以係17至30度範圍內設定理想嘅室溫，但係喺風扇模式就用唔到啦。節能鍵就自動調節風速同溫度到24度，慳電又環保。而定時開關鍵就可以設定幾時開機同幾時熄機，例如出門前 set 定返到屋企前半個鐘開機，一返到就 feel 到涼浸浸，又或者瞓覺前 set 定幾時熄機，就唔使半夜起身啦。擺風鍵就可以啟動風葉左右擺動，等冷氣均勻吹到每個角落。LED 鍵呢就可以開啟同關閉冷氣機屏幕顯示。最後係跟隨鍵，只要將遙控器放喺身邊，佢就會自動偵測你嘅位置，顯示該位置嘅實際溫度，絕對係智能又貼心。講咗部機咁多功能，平時都要好好保養先 keep 到最佳狀態㗎。係春夏季常用嘅日子，最好每個月都定期清洗隔塵網。如果發現部機有異常聲響，聞到有燒焦味或者製冷失靈等等問題，就應該立即停用，並致電我哋嘅客戶服務熱線22321000，等我哋合資格嘅師傅上門幫你檢查同維修。我哋嘅冷氣機更備有多款型號，由3/4匹至2匹，適合唔同大小家居需要。再配合埋 TGC 多功能浴暖寶，無論係冬天、夏天定雨天，都可以輕鬆享受到舒適嘅生活。